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是精神网开讲，我是柯医师。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接续前2礼拜的即个精神病，甲思觉失调症。所以若是前2回还未听的即个听众朋友，建议咱先去前2礼拜的内容，甲听了安尼即礼拜的内容会较好吸收。咱顶礼拜是咧讲，即个思觉失调症伊个镜头的表现，佮有诊断的要件，嘛有简单讲到思觉失调症发病的情形，是啥物款？希望大家对即个病症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咱今仔日即回要甲重点放伫思觉失调症的病因，就是即个病症有啥物可能的起因呢？佮有即个治疗的部分。安尼起头，我共款来讲一下，顶礼拜有讲到一个患者的即个情形，来做例。即个17岁左右的查甫囡仔，伊即马咧读高中2年，伊因为伫学校情绪无稳定，想袂开，煞互人送来病院的急诊，互咱精神科医师评估。评估问起来，就是发现讲，伊这是第一届的精神病症头的发作。伊有一寡感觉听着有同学伫足远的所在讲话，但是拢听会清楚，互人咧甲笑。甲有讲伊的感觉家己的喙若像互人控制，身体互人控制。所以规身躯拢足无爽快，甚至讲会想袂开。所以因为有危险性的关系，咱医师着互伊带院，甲伊的病症较详细的问互清楚，就会发现讲，伊伫即个第一届的精神病发作的正前的几个月，可能就是伊咧读1年仔的即个后半学期的时阵，就开始出现讲，伊的情绪会较无好势，是一寡郁卒啊，会较够操烦啊，困袂去啊，读册较无法度专心的即种表现。伫学校的成绩嘛慢慢退步。咱顶礼拜有讲到，其实即款案例，毋是讲甲罕得看到的一件代志。真侪患者拢是伫即个囡仔要当大人即个青春期的即个坎站，第一届的发病，而且伫第一届精神病症头发作的正前，就开始有一寡别款的症头会出现，像困眠啊，也是伊的情绪啊，嘛影响着伊规个人的即个咧读册啦，也是讲咧做事的一个功能。即款的患者第一届精神病发作，就出现明显有脱离现实的一寡思考啊，一寡知觉的即个症头的时阵，咱为着安全，互伊带院。即个时阵，咱除了甲治疗好势，互伊即个症头慢慢改善以外，佫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即种第一届发作的患者，咱拢会照骨力去找，到底有可能有啥物原因来造成伊即摆的症头表现。就是咱以前有讲过一寡精神病的症头是算续发性的，比如讲有个人是身体的问题，也是讲伊脑直接有受伤，也是讲伊去用着一寡无好的药仔，所引起伊有即款一般人袂经验着的精神病的症头。像即个患者，咱着会伫带院的时阵，做一寡抽血全身的检查，脑部有个人就会去做脑波，也是做电脑断层，即款的确定伊头脑无受伤，嘛会甲伊请伊去验一个尿，确定伊即个来带院的正前有即个症头的时阵，毋是去用着啥物奇奇怪怪的物件。咱即个患者伊的检查拢总正常，所以无一个特别会当解说伊发生精神病发作的原因。所以咱就会讲，伊即摆即个精神病症头的表现，算是原发性的。这个时阵，咱病院的治疗团队就会通知家属，甲即个患者讲，拢查无出啥物原因的。安尼是恭喜，因为你若查会出原因，有时迄佫较麻烦，像讲伊
大脑有受伤啊，还是讲伊去用着毒品啊、歹解啊等等诶。啊，毋过咱着有一个足大诶问题是，安尼为虾米伊会破病？咱足侪家属会想一寡较合理诶解释啊，是毋是讲伊压力伤大？即个为着即马高中生要考试要准备大考啊，暗时困无好，还是讲伊伫学校有互人欺负啊？咱人对即个足大诶变化，总是爱找出一个原因，你才会知影讲煞要安怎处理嘛，较心安安尼。咱若要用生活压力来解释伊诶精神病发作，但是咱看因班遐济同学啊，逐个功课拢平淡啊，毋过干若即个囡仔有遮尔特别诶镜头，就是大部分人伫压力之下诶反应，可能伊困无好啊，可能伊心情无好啊，毋过袂有遐尔特别精神病发作诶镜头出现。嘛有诚济即个家属啊，会感觉讲，伊安尼表现遐奇怪，听着即种无形诶，一定是去敲着，有无清气诶物件咧甲搅了。咱嘛有足济患者，因为安尼就是去收惊啊，去问神明啊，结果问诶神明嘛叫伊下载爱转来看医生，所以嘛无法度完全用宗教诶问题来解释即个精神病诶发作。咱即马着要来带大家了解即个思觉失调症，即种原发性诶精神病，伫现代医学诶角度，对病症诶原因了解偌济。咱先讲结论，就是思觉失调症是一个神经咧发展诶问题。即个发展诶问题是患者先天诶体质因素，甲有后天环境诶因素互相影响造成诶。先天诶体质因素就是遗传诶问题，比如，咱顶个有讲到，即个思觉失调症伫全人口，就是讲一般人内底会有1%诶即个比例，着有研究咧算讲，一个人若是伊诶亲情内底有人破即个病，伊共款诶破病诶即个比例有偌悬，就算出来讲，若是你诶兄弟姊妹啊，还是你诶爸母，其中有一个人有思觉失调症，安尼你嘛共款有即个病诶即个比例，是差不多10几%、12% 左右。若是共两个双生仔，就是讲因诶两个人诶基因，是非常非常像诶。若其中一人有思觉失调症，安尼另外一个人共款有共款诶思觉失调症诶机会是差不多要50%。即个数字就会当互咱了解，即个只要你诶基因啊、体质还是愈相像诶，你发病诶机会就会愈大，表示讲遗传诶即个因素伫即个思觉失调症是占诚大诶比例。毋过换一个方向来看，就是讲，就算厝内有人是带即个思觉失调症，毋过我无发病诶机会嘛是有8成遐悬，8、9成我袂像因共款是患者，所以表示讲嘛是有一寡因素咧影响，毋是干那拢是先天诶体质，即个后天诶环境嘛会影响一个人会破病还是袂破病。以前有学者去研究讲，先天体质差不多诶囡仔，就是因诶老母拢有共款有互人诊断思觉失调症。即马遮个囡仔分人饲，因大汉了后，因着去看讲，伊后来嘛有共款着思觉失调症无？即款诶研究着发现讲，甲囡仔抱去饲诶家庭内底，因用诶沟通诶方式，若是较稳定诶，安尼囡仔未来大汉会得到思觉失调症诶比例会较少。所以共款诶体质诶条件，毋过无共诶家庭环境，结果煞是无共。嘛有研究发现讲，即个思觉失调症诶患者，伫天气寒诶时阵出事诶比例，比天气热诶时阵出事诶比例较悬。就是讲较侪患者是伫寒冷还是要变春天迄阵出事。
较少患者是伫天气要变热还是热人的时阵出事。有人讲即款现象是代表即个因的阿母伫有生的过程有较悬的比例去感冒还是病毒感染，这嘛是一款环境的因素。另外一款环境的压力是社会上的都市压力。就有研究发现讲，伫大都市尤其是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都市，即个输甲失调症的发生的比例甲人口的密度有关系。毋过伫人口较少的都市，就无即款现象。所以表示人口即个钱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即个社会压力可能会影响输甲失调症的发生。所以综合起来看，即种先天体质的因素，受到后天的环境的因素来影响决定即个人会破病袂破病的即种概念，是即马现代医学拢会当接受的。就是一寡生物学的研究嘛是咧讲，像讲咱人的基因，因为你毋是每一条基因伊拢会表现出来，即个基因会表现袂表现出伊的效果出来，嘛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输甲失调症嘛是共款。咱头前有讲，即个病症总体是一种神经发展的问题，这意思是已经有袂少即种生物学的证据，就是讲伊患者的脑神经有可能有啥物款的变化。毋过伫100年前，迄阵诚济脑神经方面的检查还未发展出来的时阵，是较实行精神分析。即种理论甲技术，就是要分析患者精神症头的起因。所以有一寡理论咧讲，遮个患者可能因的精神症头拢有一寡意义，若像一种方位共款。比如讲，患者受到足大的打击了，互伊产生家己变做足敖足有钱的即种梦想。嘛有相关的理论是咧讲，患者的即个自我功能，无法度好好整合一寡经验，伊无法度依持甲家己甲外口分互清楚迄个界线。毋过，遮个心理学的理论拢是治疗师要分析患者伫即个治疗的过程去推论患者为虾米会有即摆的精神病的表现，所以其实无法度用遮个理论去推断讲全部输甲失调症的患者拢有类似的心理的机制。颠倒是生物学方面的病因，因为科技愈来愈进步，检查的方法愈来愈侪，所以互咱较了解即个患者的脑神经是有啥物款的变化。过去已经有足侪学者咧研究输甲失调症的患者的大脑，甲一般人的大脑有啥物款的无共，所以即种研究通常是找一群可能几十个输甲失调症的患者，甲另外一群条件差不多，毋过是无破病一般人来做比较，互遮个人去接受脑部的检查了，佮用统计学的方式去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别。诚济类似的研究用无共的方法来检查患者的脑部，最后的结论就是输甲失调症的患者确实甲一般人比起来，就有一寡变化。伫患者破病的早期，甚至是迄种拄开始发病还未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讲，嘛是共款，因的大脑的规个体积较细，连结性嘛较歹，功能性嘛较歹。伫大脑的真侪部位拢会看到即款变化，包括讲患者的海马沟、杏仁核，这算是咧管人的记忆情感的所在，还是讲伊的前野的大脑皮质，这是咧管人的理性思考甲规划代志的所在，还是讲伊的视区，这是咱咧整合感觉、整合刺激的，佮有基底核、小脑，即款咧
管理动作啊、平衡感等等诶所在。即几个脑神经诶所在，伫无共诶研究拢有互人讲着，患者伫遮诶部分诶功能，也是讲伊诶迄个神经诶数量会较少，表现会较歹。毋过即个差别诶程度拢毋是讲介大，就是讲你若顾一个患者去照，其实咱用目睭看无法度看出来伊真正变做足薄啊足细。毋过咱若足侪患者甲足侪正常人做伙用研究诶方式，用统计学去比较诶时阵，就会看会出来小可仔较无好。即款神经学方面诶证据，就互咱真正清楚了解思觉失调症诶即种生物学体质诶因素占诚重诶比例。而且嘛反映出顶一回有讲过，思觉失调症诶患者因诶认知功能诶表现，嘛是会比一般人较无遐好势。因为人诶大脑真正是一个非常复杂诶器官，所以其实到今仔日现代医学嘛无法度讲100%来把握咱遮原发性诶精神病精神科诶诊断是为虾米原因来产生遮诶变化。毋过就是随了时间诶研究，会慢慢愈来愈了解。至少即马思觉失调症，互咱知影，甲大脑、甲体质占足大诶比例。伊诶环境啊，伊拄着压力可能嘛是有影响。像咱起头有讲到迄个学生囡仔，阮着发现讲伫住院诶期间，有感觉讲其实伊诶老爸可能有相关诶症头，只是讲伊无去治疗，变做较无法度问到一个足直接诶压力也是环境诶因素。煞下来，咱着简单来讲思觉失调症诶治疗诶部分。思觉失调症因为伊是长期有即种精神病诶表现，所以咧治疗诶时阵，原则上是当做一个慢性病仔长期诶治疗。毋过伫伊迄个急性发作，就是短期内变了较严重诶时阵，咱着爱特别处理。所以治疗诶目标原则上就是第一，爱控制伊急性期诶精神症头。等急性期过啊，患者诶精神症头有进步啊，有时可能还袂完全好甲足离，毋过嘛是需要继续好好治疗。就算伊症头拢完全好，咱嘛会互伊做依期诶治疗，为着讲要避免伊诶精神症头一再发作。因为有诚侪证据甲咱讲，即个精神症头诶发作，其实就是对大脑一个足大压力甲迫害，所以你若发作愈侪届患者，伊未来伫功能上诶退化就会愈明显。所以长期诶治疗，阁有一个重点，就是爱算讲袂输咧做复健，爱恢复伊诶社会功能。这精神症头诶控制，咱以早有讲过，讲其实咱即马医学足进步，有药仔通食。毋过咱讲即种抗精神病剂，是伫1950年代才互人发明出来。伫迄进前，伫差不多100年前迄个年代，迄阵是阁无药仔通食诶。毋过有一寡毋是药仔诶生物学诶治疗方法，譬如讲即种电痙攣诶疗法，这是甲患者麻醉了，互伊大脑过电产生痙攣诶脑波，靠即种方式来整理伊诶大脑诶神经。虽然是足久诶技术听起来嘛小可恐怖，毋过其实这到打游园是足重要诶治疗方法。伫全世界诶足侪大病院拢阁有咧做即款诶治疗，尤其是患者诶危险性较悬诶，爱紧有治疗效果诶，也是讲患者食药仔治疗一段时间了，反应足歹，即款治疗就足重要。时间来到1952年，迄阵有医师为了要甲患者麻醉咧做新诶药仔诶时阵，就发现讲即款药仔麻醉互患者鉴定诶效果袂歹。毋过麻醉了，因有一寡拄好是精神病诶患者，因麻醉了醒起来诶时阵，治疗诶医师就发现讲因诶精神症头变较少，人诶思考
若变较清澈头脑若就较精光，反应较好安尼。才知影讲，原来因咧饲诶即种药仔有即种控制精神病诶效果。即款药仔诶原理，互人发现讲是因为伊会压制大脑内底多巴胺神经元诶系统诶功能。这是咱人类诶大脑内底，咱诶足侪无共款诶神经元，就是神经诶细胞。细胞甲细胞之间，因需要用一寡传导物质，伫较头前诶神经细胞甲传导物质弹出来。较后壁诶细胞会有接受器，就是一个受体，会接伫即个传导物质，才甲即个功能继续甲传去后壁诶细胞。多巴胺就是其中诶一款定定会使用到诶传导物质。伊嘛有几啊型诶无共款诶受体。抗精神病剂有法度去压制即个脑神经内底第二型诶多巴胺诶受体，所以遮个神经元诶系统诶功能会降低，就较无遮精神诶症头。因为即个现象，才产生一个理论，就是多巴胺诶假设，就是认为咱人类诶即个精神症头是甲大脑遮多巴胺诶神经诶机能有关系。因为即类型压制伊第二型受体诶药仔，会当改善遮个症头。而且倒转来讲，有一寡毒品，像讲胺仔，就是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即款刺激大脑诶多巴胺诶神经，有诶人食了嘛是会产生像讲听着奇怪诶声音感觉人要甲害，即种甲思觉失调症即类似诶症头。所以因为遮个现象，迄阵诶学者就感觉讲，咱人诶精神症头应该是为即种多巴胺诶神经元来诶。这几十年来，就根据即个理论搁去研究，总底就产生足侪无共款诶抗精神病剂。咱有诶人讲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一代较早期诶药仔，咱通常会认为伊可能较贤产生一寡动作方面诶副作用，会互患者产生亲像伊着迄种帕金森即款病，互人变差，行路无方便，动作变慢、流喙烂。这是因为即个第一代药仔对多巴胺诶神经元诶迄个压制诶效果有时会过头。就会同齐影响到即个患者诶动作诶调整。后来第二代抗精神病剂，就有搁改进过，产生头拄仔讲诶动作方面诶副作用诶机会，就有较降低。当然有时嘛是有可能会出现毋过至少就变较罕得发生。毋过第二代药仔搁互人发现讲，可能有一寡会互患者食久会大哭或是讲伊有较枵着糖尿病即款代谢方面诶问题。总体无共诶药仔诶药性无共，副作用嘛无啥共款。嘛毋是讲每一个人食拢会产生共款诶反应。所以嘛是爱靠咱即个患者甲医疗配合好好来调整。咱有时会拄着患者甲我问讲，医生你敢是咧甲我当做实验诶白鸟鼠？一直甲我换药仔。其实是有时患者食了药仔无一定反应足明显，是讲食了一段时间发现讲你食袂牢，会有伤侪副作用，就只好爱换。这个拢是爱十一针仔较会当观察诶。因为每一个人真正体质无共款。若调整了有好势，咱通常就是会维持一段较长诶时间来好好治疗。像之前有讲着爱避免讲患者诶精神症头佮一再诶发作。要长期食药仔，就是一件足麻烦诶代志啦。咱讲其实诚侪台湾人本来就是慢性病嘛，无啥爱食药仔。而且你搁讲即款药仔食了可能有副作用。而且伊诶症头可能阁是别人体验袂到诶，所以伊是感觉家己毋是破病，或是恁无了解伊诶感觉。即款情形之下，思觉失调症诶患者家己甲药仔暂停，这个比例是非常诶悬。毋过甲药仔暂停诶患者，伊一冬以来搁再发作诶机会有7-8成遐悬。若是拖到2冬拢无食药仔，搁发作诶机会有9成遐悬。
所以足侪患者若是讲无趁第一届机会好好处理未来的治疗的反应拢会这规个过程拢会无介理想啦因为安尼咱精神科其实开诚侪资源伫要互患者好好维持伊的治疗包括讲头前讲到的抗精神病剂，即款药毋是干若喙食尔，伊有迄款会当挡诚久的注射的方式咱一般叫做长效射。即种方式就是甲中药的药仔注伫身体内底，伊会慢慢有迄种释放的效果。所以你注一下，可能会当挡2礼拜、挡1个月，甚至挡3个月。即马阁有要半冬的，这好处就是咱较袂记你食药仔嘛嘛袂讲雄因为身体安怎拄安怎，我就感觉今仔日无要食，是讲想到啥物都无爱食。伊注落伊的效果就是维持一段时间，这对患者的帮助是真大。其实种长效射已经足久毋过是可能这10几冬来咱会选择变较济，有较济副作用较少的抗精神病剂，厂商甲做较好的长效射，甚至会当挡甲半冬较久迄其实对患者的帮助诚大。所以这几冬政府阁有特别编预算互患者会当较普遍来使用这长效射的抗精神病剂。针对迄种较无要来病院，也是住种远的患者，健保嘛有出费用，会使互医生护士对病院去患者处理较快，直接送药仔过，还是直接甲注长效射。另外一部分咱精神科藏足侪资源的，就是舒压失调症的心理社会方面的治疗，主要就是爱甲患者维持一个较正面的治疗关系，就是互患者伫伊感觉孤单、艰苦有问题的时阵，嘛知影讲咱遮医疗的团队会尽量甲伊想办法。若长期症头有法度控制好势的患者，咱就是希望讲伊的社会功能会当维持，像咱知影讲即个病，诚侪患者伊会慢慢退化，社会功能会变较歹，甚至进前讲的有一寡阴性的症头，互伊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所以即种精神复健是介重要。像病院有迄种日间病房，咱像开补习班，拜一至拜五9点至4点，患者会当来病院做复健，做一寡团体职能的训练。有一寡想要做工课的患者，就较适合去社区复健中心，即款的可能搁做较骨力的训练，会互伊介绍有工课会当做。另外嘛有一款护士患者，咱像大家住宿舍住做伙，毋过嘛有一寡老师管理员会甲因顾真顾嘛因介绍一寡复健的代志做，即款就是况好之家。总讲舒压失调症的治疗，咱嘛是爱足全面生物学的方面要有好的药物，互伊的症头会当受到控制。心理学、社会学的方面，咱爱注意患者的社会功能，互伊需要的复健，嘛爱维持较好的即个治疗关系。这治疗的原则其实就是像头前讲的舒压失调症的病因会当对照嘛因为大脑神经确实甲一般人比起来是有变化的，环境的因素可能会搁影响到伊的病症的整体的表现，所以治疗就爱全面拢顾有调，而且搁爱尽量互伊维持落来。会使讲对患者、对家属，搁有医疗团队，拢是一件诚无简单的代志，毋过嘛莫因为讲会有即个诊断是有即种病症，就感觉足无望。事实上嘛，袂少患者保持去上课上班甚至迄种结婚生囝嘛是拢有袂少。毋过爱注意讲，若是有发现症头，治疗的早期其实介重要。若是讲治疗反应无好，就是爱确定甲医生讨论看安怎调整。嘛莫伤绝望，因为即马医疗咧发展，科技进步足紧诶。未来我相信嘛是会有足侪新的治疗方式，可能会对较侪患者产生较好的效果。以上就是咱即回精神网开讲对舒压失调症的病因甲治疗。同款若是大家对节目的内容有啥物问题，也是建议，会使写电子批来，嘛会使伫面册遐留话，祝大家
平安健康，咱后回再会。